平陵，咱拄则看到上新的民调，民进党的部分是以超过一半的支持度赢亲民党的7.8%的支持度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花莲县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国民党同市的议员詹江川伫咧人面册普文，伊写讲萧美琴用民主便当叫大家爱记咧食民进党票投予国民党。到韩国一位民众随写文章，讲便当公道价小明明是29块，破点头的住址，也有电话，和点头实在话要落实，上尾赶紧出面背话，讲这件代志和民无关系。萧美琴发言人嘛出来进一步解释，讲这便当拢是提供给工作人员的，无发给民众，叫大家莫误会。伫个相片顶悬看到真澎湃的便当，内底有菜嘛有肉。议员詹江春伫个面册顶悬有写讲，萧美琴动员用的这个民主便当，会记着爱食民进党的。票投国民党的，反就是这个百姓咧纳钱。这个铺文一个出来，就有韩粉迷众来转达文章写讲，便当公道价小，干那爱29块，甚至搁来提供地址甲电话，所以来引起网友热烈的回应。有人讲，真赞的29块的便当，我要订100粒。互店家的电话安尼接袂煞，真困扰，紧跳出来背货。发票给你们好，都有发票，真挚的那个颜色都没有。只是说，怎么会有这个消息？而且29块便当伫网络顶悬，会使讲是安尼小价袂得哩。店家嘛紧来发文讲，这拢是正常的价销，无任何政治的立场。原本好好一粒便当，煞来互人捏做也有哪色的绿色的。原本讲这粒便当是立委萧美琴伫个花莲23的时阵举办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阵发放的。有一些干部他为了这个来参加的民众，那还有增加的人数，所以他们自行叫了便当。简便餐饮是不在这个贿选的限制里面。萧美琴的发言人跳出来背回讲，其实这个便当是予工作人员吃的，不是予现场的民众。而且根据这个中选会规定，竞选送的物件袂使超过30块。伫个花莲立委的选前，会使讲是真热闹。店家咧做生意真无奈，煞来卷入政治的风波。希望紧出面背会，互这个代志紧来澄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